礼拜咱伫这个2025头一个礼拜来练习歌，来唱今仔日咱要礼拜中要吟的2首诗。这2首诗其实咱拢会感觉足熟的所以咱就会当做伙来大声来吟。我感觉咱爱有一个习惯就是讲咱来做礼拜吟诗的时阵，就爱大声。大声吟出来，大声，因为你伫厝里可能会感觉讲你唱歌的时，别人会听着足歹势。毋过咱伫教会，大家拢在唱，所以大家拢大声吟。你甲你的嗓子开起来，唱歌是一个真好的运动。你会当在唱的时阵想讲，咱即马是咧阿罗上帝，即马咱就诚做天使、天君。来唱歌，因为咱的敬拜内面，吟诗学乐是一个足重要的部分。咱就来吟，像安尼来唱上帝，会互上帝欢喜。咱也会感觉欢喜，大声吟出来。上帝至权，我爱称赞。咱来先听琴歌出来。大声来吟。不是狮子，是狮子的子啦，狮子的儿子啦所以就是狮囝捌枵，狮的囝会枵狮囝捌枵，欠食听候无物件通食，四月讨食通通，见若找主无欠好事，好命无欠别项。这什么意思嘞？其实我头前拢上帝称赞上帝至权，那讲狮囝，这是什么意思？我嘛，就是讲，咱来想看就是狮子的儿子肚子饿的时候，捌肚枵的时阵四鬼偷假拢无，连狮子儿子好像是很厉害狮子的儿子，可是他无物件通食就四鬼偷假。若是找到主，若找主，就袂有即款代志啦无欠好事，好命无欠别项，就是有好命啦这个帮助大家想象一个狮仔囝也巴肚枵的时阵，若是有就想要有好命的，你若是找到主，咱就好命无欠别项。咱无欠半项，
就是拢无欠的意思，就是拢有好米，吼，这是咱会当受咱上对找着主得到的恩典，吼，就会感觉满心欢喜。啊，即个第5节，咱即马知影意思啊，过来唱一摆。就任啊吼，一些服侍的就任487的系数，啊咱在这个咱应该咱拢唔免搁练啊，因为咱常常咧唱，搁一首哦，无唱着，歹势，应该是593首，吼。但是咱会当还开信息，啊，毋过即首嘛熟，所以无要紧。嘿，咱来听轻弹，咱就知影即首。咱会当即首吼，咱足熟的。若是咱看即个边个作曲者吼，伊是美国大概19几年，大概是我们的清末民初的那个时候的人啦哈。那他做的另外一首诗歌，大家也很熟，你就会知道这个作曲者多有名，而他做的曲子。从美国传到英国，传到欧洲都在唱，所以我们在台湾也来唱这个歌。咱刚刚就写了，他做的另外一首曲就是《奇异恩典》。好，所以这个诗歌的作曲者，他做了《奇异恩典》，也做了这首这个拄着7年灾害威力金刚歌。好，咱听到这个歌词就很熟悉，让我们一起来吟一摆。主
在唱这首诗歌的时阵，就会当来想讲，咱主的，主的文字的算的小，吼，的算小，吼，咱来算主的文字，啊，就会稳当满心感谢上帝。啊，咱这首诗歌当时伫美国变做足流行，吼，就是足侪教会就爱唱这首诗。据说也因此也传到英国，很多人都会唱，因为它给人家一个在唱的时阵，就会感觉足欢喜。啊，咱会当做伙来想，真正是咱过去一年，吼，2024年，咱有受到偌济主的恩典。好，在我们展望2025的时候，我们用这样子的心情来念这首诗歌，咱会感觉真正是满心感谢。啊，即马咱就准备先来做礼拜。请安静，同心来敬拜上帝。奏乐。伫起头有道，道甲上帝三甲之地，道就是上帝。即个道伫起头甲上帝三甲之地，万物对道来创造。既若受创造的，无一项毋是对伊来创造。活命伫伊的内面，即个活命是人的光，光照伫黑暗，黑暗无接纳伊。三甲吟诗来学老上帝，圣诗207首，请起立。
时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必立多入内受苦，定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就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庭，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请搁公堂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三甲用诗篇147篇12节到20节来应答上帝的话。耶路撒冷啊，你着称呼上主，因为伊坚固你的门框，祝福互你中间的囝儿。伊发出命令伫地里，伊的话颁行真紧。伊迄落包一块一块，伊一下出令，正的就拢扬。伊将伊的话指示雅各，将伊的律例甲判断指示以色列。恁着学老上主。三甲同心来祈祷，阮的主耶稣基督的爸上帝，感谢你伫世界创造的大生，伫阮也未成成的体质的大生，你已经借着基督竞选阮成做你的囝儿。透过耶稣基督，你听的独生圣囝所流的宝血，洗清赦免阮的罪过，救赎阮脱离黑暗甲死亡。搁赏赐阮有对你来的逐样聪明甲智慧，来明白你圣的旨意，互阮信主耶稣的人，通得到你圣洁的囝儿名分，通得到你逐样天顶属灵的福气，甲你赏赐阮的囝儿的产业。这个本是阮无配得到的恩典甲疼痛，因着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完成，阮通得到。你献上阮的学乐甲感谢。今日是2025年第1个主日，阮为着新年的开始，会当来圣殿甲兄弟姊妹一齐来敬拜你。你献上阮的学乐甲感谢，求你帮助阮的眼光，对注目世界转倒转来注神伫你。过去一年有真侪犯罪、战争、灾难、无公平、不安。互人心痛的代志，得罪上帝的代志，伫世界逐角落得发生。这个痛苦、忧伤、灾难，拢毋是你对阮的心意。虽然世间黑暗看密，但阮犹原相信耶稣基督的光掌权明亮，终尾会得胜。阮将全世界甲台湾的处境，全世界的所有的教会。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个人，拢交托仰望伫你，求你引带阮行伫合理旨意新的一年的道路，互你的名伫全地得到荣耀甲学乐。阮恭敬将今日的敬拜诚做芳的祭，献伫你的面前。即时，阮要照主所教示的祈祷文，同声祈祷吟讲。
请做伙来共读上帝话记载伫新约以弗所人书第1章第3节到14节，伫台语和日本圣经219页。新约以弗所人书第1章第3节到14节，台语和日本圣经219页。愿咱的主耶稣基督的上帝，也是伊的爸，得着阿乐，伊伫基督捌赏赐咱伫天里逐样属伫神的福气，就是照伊创造世间的大生，伫基督敬咱，互咱伫伊的面前真做圣，无通嫌。伊照伊的旨意所欢喜的，用仁爱大生定着咱对耶稣基督得着做囝来归伫伊，互伊恩典的阳光得着阿乐。即个恩典就是伊伫所疼的囝赏赐咱的，点伫伊伫咱对伊的血得着赎回，赦免罪过。照伊恩典的富有，伊将即个恩典用逐样的智慧甲见识赏赐咱到满满，已经互咱知伊旨意的奥妙。照伊的好意，就是伫伊伫本身所大成定着的。要伫这个日期圆满的时，设法互万物，无论伫天里的、伫地里的，拢伫基督来合一。点伫伊，咱也正做家业，就是大生受定着的，照迄个趁家己的旨意，行万行有为的意思，要互伊的阳光对阮大生仰望伫基督的人得着阿乐。点伫伊，恁也已经听见真理的道，救恁的福音。既然信，就点伫伊有受所应允的圣神看印，伊就是做咱承接业的准当，到上帝所得到的业赎回，互伊的阳光得到阿乐。讲道，请陈牧师讲道题目是伫基督的产业，伫个产业，伫基督伫个产业。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伫2025年的头一个主日，咱组织伫遮做伙来敬拜上帝。诚做基督徒，咱拢非常习惯借着诗歌，借着咱的祈祷来敬拜上帝，来学乐上帝。但是其他的宗教较无安尼做。因的信徒大部分就是伫祈求因所信的神会当来祝福因，会当保庇因。因为对伫因来讲，神是一个束缚的工具，所以毋免学乐。所以伫遐尼济的宗教内面，只有基督徒会创作诗歌、会吟诗、唱歌来学乐上帝。但是即摆的主题嘛伫创新，因开始学基督徒创作诗歌，因为因知影借着吟唱。人的心、人的感谢，嘛会带到因所敬拜的师傅，带到因的神的面前。但是人真奇怪，面对一个咱看做神圣、奥妙的契约，咱会想要祈求，想要来称颂伊。但是有当时啊，佫会看轻伊。比如讲，伫台湾几十年前，六合彩非常时行的时，常常有人会伫粪扫堆。溪水边捡着落难神明，甚至这个插头仔上会互人剁骹剁手。原来，若即个神祝福你，互你签着号码，趁大钱就会互安伫庙里，会各界空金心。但是，若即个神无互你趁着钱，伊的下场就是伫粪扫堆。毋过，保罗伊的境遇较教示咱。上帝毋是互咱苛刻的工具，伊是掌管咱性命，知影什么是对咱上好的上帝。所以伊讲凡事感谢，因为即个是上帝点伫基督耶稣恁的旨意。保罗讲什么事拢着感谢，因为上帝的旨意咱无法度想象。亲像伊甲西拉互掠到监狱的时，因是伫监狱内面唱诗歌学乐上帝。谁会知影这是一个传福音的机会，互管理监狱的人全家来得到救赎。但是，咱较定定想要急得想要看见上帝意思，咱无耐心伫遐听候，
就埋怨上帝竟然允准即种歹代志发生伫我的身躯顶。毋过爱咱一个来学即个保罗，变做甲保罗共款凡事感谢，这真正是非常的困难。但是咱会当学习，因为对上帝学乐感谢，是会当带来咱想袂到的一寡的祝福。亲像今仔日咱的周报顶面有刊蔡宜华姊妹的文章。伊4岁查某囝恩恩上感谢的代志，就是阿公也是阿姨买豆花甲乌圆互伊食。宜华分享讲，囡仔迄种感谢是上单纯、上直接，会当触动咱的心。但是咱大汉可能因为已经习惯可能会忽略遐生命中间真细的遮稳定咧。宜华的话提醒咱。毋是为着大项事、好事才来感谢阿罗上帝，咱小项事甚至艰难的事，咱嘛着感谢阿罗。虽然遮个事无起眼，遮个事互咱真烦恼，但是当咱阿罗感谢，就会帮助咱，无搁互绝望，也无互魔鬼的欺骗牵得行，然后限制永远无停止的负面的思想。凡事感谢，嘛会当帮助咱搁较谦卑，互咱知影咱会当有遮美好的代志发生，是因为上帝的帮助，是因为上帝兴起身躯边真侪人在帮助咱。咱对上帝的感谢，嘛会当互咱仰头仰望上帝，无讲压头相信家己的有限。今仔日咱所读的以弗所书第1章第3节到第14节。是一段非常特别的经文。伫希腊的原文，这段经文是完整的一句话，好亲像是保罗伊一口气讲完的一句话。这是一首阿罗上帝的诗歌。但是安尼的诗歌是保罗伫什么时阵写出来的？其实以弗所书、哥罗西书、腓立比书、腓利门书，这4本册称作是加勒的批信。是保罗互乖伫加勒的时所写的，伊写互教会，也是写互个人的批信。伫加勒内面，哪会当对上帝讲出阿罗咧？若是我一定不断质问上帝，讲为虾米会互即种代志发生？也是一直伫遐靠话讲我是冤枉的，谁会当替我伸冤咧？但是保罗竟然会当阿罗感谢，为虾米伊会当？敢若因为伊是保罗吗？毋是保罗甲咱同款是人，伊嘛有人的软弱呢。但是伊会当安尼做，是因为伊得到一个秘诀。伫腓立比书第4章10节到13节又讲：我点伫主大大欢喜。我讲安尼，毋是为着用无够的缘故，因为我已经学习，不论什么境遇，无毋知足。我知影点伫卑贱。也知影点伫富足，或是饱，或是枵，或是富足，或是欠缺，凡事我拢老练。点伫小事我困难的，我事事拢会。若甲这上尾句翻做，我住伫迄家互我困难的主内面，凡事拢会，意思就较清楚保罗是伫基督学会晓即项事。所以，伫以弗所书即本伫加勒内面所写的批，内面有出现几个伫基督，也是伫所疼的囝。这互咱看见，保罗毋是靠家己，伊是因为伫基督，伊才会当得到快乐。但是，什么叫做伫基督咧？就是咱伫基督的内面，用一个例来讲说明，来做譬如。咱今仔日，咱坐车来教会来敬拜，咱坐车是伫车的内面，然后车就会送咱来到教会。咱若无相信即台车会送咱到教会，咱中途跳车，也是咱根本无想要上车，咱就无法度到达即个目的。同款，当咱信耶稣的迄个时刻，咱就已经伫耶稣即台车的内面。咱嘛相信，即台上好的车会带咱到咱的目标。当咱坐伫车内面，咱也袂想要家己去做司机，也毋免家己去做 Google Map， 咱只要听候迄个终点的所在。所以，咱若伫基督的内面，
咱就袂家己乌白伫遐撞，也是乌白伫遐刺到头破血流。反正咱会当安然自在，相信耶稣。伫基督，互保罗会当伫困境的内面学会晓懊恼甲感谢。所以伫以弗所书第1章，保罗对上帝发出安尼的懊恼。这段经文咱会当分做3段来看，然后每一段都会当用互伊的因果得着懊恼来做结尾。保罗大声伊伫遮懊恼上帝，愿咱的主耶稣基督的上帝，也是伊的爸得着懊恼。伊伫基督万守属咱伫天里逐项属伫神的福气。伫即句有出现懊恼、享受、福气。伫好学本咱看到颂赞、福气、赐给这3个字，这3个字是出自同一个字根，就是讲好话。头一个懊恼、颂赞，是因为上帝为着咱所做，所以咱懊恼上帝，对上帝讲好话，咱来懊恼伊。中即个享受，是因为上帝欢喜咱，所以对咱中即个享受，是因为上帝欢喜咱。所以伊对咱讲好话，但是上帝毋若是用讲的讲好话互咱，伊嘛用具体的祝福来享受互咱。这我想起顶礼拜我去学上课，伫教材内面有教囡仔讲爱往厝内的人说多谢会安尼教导，所以我就问因讲，每一工早起因伫食早顿了后，通常会讲什么话？有的囡仔讲，我会讲，我食了后要去上课啊。有的讲，这无好食，明仔载莫去买即项啊。有的嘛讲，哦，这足好食，我敢会当加食寡。一个班，我通常爱问到第7个、第8个，才会当得到一个囡仔甲我回答讲，伊会替伊准备早顿的人说多谢。所以迄天，我替每一个人传一张卡片，爱因写感谢的话，互因厝内的人。我嘛相信，伫迄天暗时有真侪家庭一定充满温暖甲笑声，因为做爸爸妈妈、做阿公阿嬷的，嘛非常爱得到这囝儿的懊恼甲感谢。当然，毋是为着得到感谢才来做这个代志，但是当人听到别人出自内心的懊恼，嘛会感觉伊所付出的一切辛苦拢有价值啦。其实，咱的天父上帝嘛是安尼。当然，伊的阳光袂因为咱敢有懊恼伊来加添，也是减少。但是，当咱往伊献上感谢、懊恼，说多谢伊为着咱所做的这个事，上帝的心嘛一定非常的欢喜。而且嘛讲到上帝所享受的福气，但是这个福气毋是身躯勇行趁大钱。这个福气是伫天里逐项属伫神的福气，而且是讲咱的身躯这个物质有一天拢会消失，所以上帝袂将这个短暂的物质当作永远的福气赐互咱。另外，这嘛提醒咱对上帝的上赞，袂当一直停留伫地上属伫物质的福气。你袂当因为你趁大钱来感谢上帝。嘛袂当因为你买着真侪厝来感谢上帝，因为有一日这个拢会过去。但是兄弟姊妹，你敢捌因为你会当认捌耶稣基督，你敢捌为着你成做基督徒来感谢上帝，来归荣光互上帝咧？然后第4节就是伫解说什么是伫天里逐项属伫神的福气，就是照伊创造世间的大神伫基督敬咱。互咱伫伊的面前诚做圣，无通嫌。而且讲无通嫌，这个字用伫旧约献祭时，根据犹太人的律法，因伫献动物来做祭头的进前，拢爱经过详细的检查。这个动物若有一点仔破皮、烂毛，就袂当献互上帝。但是兄弟姊妹，咱拢知影，咱家己我有瑕疵。若用无通嫌来做标准，世界无一个人会当得到救。但是上帝对世间人中间将咱拣出来，这毋是偶然的，
嘛毋是亲像拣土豆共款无意识伫遐拣。为什么咱会当遐尔肯定？因为伫圣经讲，伊伫基督拣咱，因为耶稣的牺牲、耶稣的流血，咱才会当恢复甲上帝的关系，咱才会当互上帝看咱是无瑕疵。因为伫基督，只有上帝无搁看咱的罪，因为上帝看的是耶稣基督的义。第5节嘛，甲咱讲，上帝拣咱，毋是咱有偌好，是照伊原本的旨意。但是真好笑的是，咱拢袂怀疑家己为虾米会当互上帝拣选，因为咱认为家己真好。但是咱拢会怀疑讲，迄种人，上帝为虾米会拣伊咧？这互我想到路可多伊一本的绘本《爱你原本的样子》。这个故事是讲到一个乡村住有5个兄弟姊妹，因是孤儿。有一天，管辖迄个所在国王听见这5个囡仔变做孤儿，所以伊决定要收养因其中的一个，并且会伫毋知影倒一天的某一天会来到这个村、这个庄来拜访因。所以这5个囡仔听见这个消息，非常的欢喜。就开始准备要送互国王的礼物，望因的礼物会当引起国王的注意。所以真会晓读册阿兄就准备要考一个好的成绩送互国王。真会晓画图的阿姐嘛准备要画一幅图来送互国王。这4个囡仔拢伫准备上好的礼物要送互国王，只有上细汉的妹妹，伊什么拢袂晓。所以伊非常的烦恼，毋知要送国王甚物。就伫某一天，国王穿便服来到即个庄舍，所以即个查某囡仔拄着即个人客，伊毋知这是国王，但是对即个看起来已经行真远的路，感觉伊看起来真忝的人客，即个查某囡仔非常有疼心，照顾即个人客的路，嘛陪即个人客伫遐开讲。然后，即个穿便服的国王嘛去其他的所在找这其他的囡仔，但是这4个囡仔拢非常的无用，因为因拢伫准备要送互国王上好的礼物，无人停落来甲国王讲话。最后，即个国王真失望，转来伊的炉的边仔。了后，即个什么拢袂晓的查某囡仔知影即个人是国王，伊就甲即个人讲。先生，我咧，我无啥物才调，但是我想要做你的囡仔。最后，请恁约看卖是甚物人会当互国王来收养，就是即个查某囡仔。因为即个国王回答伊讲：“你已经将上好的礼物互我，你互我你的心、你的善良、你的时间，阁有你的疼，你当然会当做我的囡仔。我就是爱你本来的即个形。”兄弟姊妹，世间无一个人会当得到上帝恩典，因为咱拢是迄个什么拢袂晓的迄个囡仔，咱嘛无法度靠咱会晓的来得到上帝恩典。但是上帝疼咱，伊无嫌咱是罪人，伊互咱因为耶稣来成做圣洁。安尼恩典，敢毋是咱？安尼恩典毋是咱应该得到的？安尼恩典，敢毋值得咱大声开喙来学乐讲，愿上帝恩典的阳光得到学乐。保罗接续称颂的就是耶稣用血所成的救赎的恩典，并且即个福气是白白赏赐予咱的。咱拢知影上帝是慈爱的，但是咱嘛袂当忽略上帝是公义的。上帝对伫罪是无容忍的。所以犯罪就是爱付出代价，这个代价就是死。嘛，因为安尼，世间无一个人会当逃过死这个阶段。但是耶稣成做无罪的羊羔，伊为着咱的罪，奉钉伫十字架顶，互咱来得到救赎。并且保罗讲，安尼一个恩典是上帝赏赐咱到满满。满满的意思是啥？就是上帝救赎的恩典。亲像河水泛滥，做甲满出来共款，并且上帝嘛惊咱毋知影，
就用逐样的智慧甲见识来显明，互咱来理解。所以咱看见上帝伫所有的时代，差遣先知来讲预言，上帝用人看会见的异象，上帝伫列邦中间所行的计划运作，这拢互咱看见，上帝伫备办将来有一个弥赛亚的来临。咱中间可能有一寡兄弟姊妹会问讲：既然上帝恩典甲智慧满满阁充足，为什么我要看袂见？为什么我要无法度明白呢？我毋知影咱每一个人会点伫倒位，但是伫身躯边有真侪人去做白内障的手术。根据遮个人的讲法，伫因伫做手术的进前，可能目睭、眼睛是雾雾无明，但是伫手术了后，规个视线是一片光明。所以我在想，要袂信的人，可能也需要做一个白内障的手术，会当将搭伫目睭头前的即块物件摕起来。即块物件可能是自作聪明，可能是过头的理性，可能是固执，可能是相信家己的能力。若将即个物件摕起来，咱一定会当看见真相，因为恩典永远袂改变。但是，当咱愿意去改变咱的眼光，耶稣的恩典就会当清清楚楚、一览无遗。另外，伫第10节嘛，甲咱讲到，就是伊伫本身所大心定着的，要伫遮日期圆满的时，设法互万物，不论伫天里的、伫地里的，拢伫基督来合一。意思就是有一日，当上帝时间一到，也就是耶稣过来迄日。伊要互万邦万民伫基督来合一，伫迄时，无论甚物人，拢要来到伊的面前来敬拜。有人会想讲，要合一，哪有可能做会到？当然，上帝造咱，毋是爱互咱一模一样，但是伊爱咱伫基督来合一。当咱想到耶稣的救赎，当咱无阁看见家己的利益，即个合一才有可能。伫遮嘛，互咱看见合一嘛是上帝交代互咱伫世界的任务。伫丹麦有一个青年叫做罗尼，因为伊的朋友受到撞柱的问题来受害，所以开始关心即个问题，伊嘛开始伫遐思考。伊思考到有真侪暴力，也是冤仇，拢是对偏见、对误解来的。所以，伊认为只有透过真实的接触，伫深入的对话中间，了解彼此，才会当互相包容、体谅、减少无必要的冲突。所以，伊就找一寡人来创办一个真人图书馆。这个图书馆内面藏的毋是册，是人。读者会当透过册目内面一个人的名，去找到因想要了解、想要读的人。这个人的中间，有的是难民，有的是家庭暴力的受害者，有的是扣本数的，有的是药物上瘾的人。伫图书馆的一个角落，一个重度忧郁的查某囡仔对伊的读者讲：“你想要了解，你会当尽量问，我非常愿意甲你分享。”所以，这个罗尼透过安尼一个图书馆，伊希望会当透过安尼互相的对话，互人会当放落家己的偏见想法，去进入对方的世界。11节嘛，甲咱讲，点伫伊，咱也真做基业，就是大心受定着的，照迄个趁家己的旨意，行万行有的意思。什么是真做基业？得了基业。这个意思一方面是讲，咱伫基督来成做上帝的产业，咱是上帝的囝儿；另外一方面是讲，咱爱渐渐受到塑造，会当有基督的款式来归荣光上帝。这就是甲咱讲，咱的所行所做，敢会当产生互人羡慕基督的模样咧。所以
保罗用这个话来鼓励当时的信徒，爱活出耶稣基督互因的福气，用因的性命来归荣光上帝，互看见的人会当来上赞主。这段话嘛伫提醒咱，今仔日咱所有的基督徒，所以希望咱遮已经将望放伫耶稣基督身躯顶的人，咱会当用咱的性命来互耶稣基督的荣光得到称赞。保罗上尾称赞的是圣神，咱若伫基督来听见真理，咱就会当得到救，然后就有圣神来甲咱看应。看应伫当时是表明所有权，以有所即个所在是瓦群海口，所以做木材生理的人会将树仔戳落来了后，放伫溪伫遐留，然后留到以有所。为着要做记号，生理人就会伫因的插头的顶面来用锤来拍一个印，表明即块插是伊的。所以保罗用这来说明，当人认捌耶稣基督的真理，接受耶稣的真理，上帝就用圣神嵌伫即个人的身躯顶，互世间所有看会见、看袂见的困难，上帝会甲遮个讲，即个人是我的。另外，圣神嘛诚做咱承接业的准当，准当的意思是抵押品、定金、投期款的意思。上帝已经为着咱备办满满的福气，但是咱要安怎知影咧？原来信神就好亲像是抵押品，也是已经付清的投期款，伊得用咱来保证上帝福气是真实的，是确实要赏赐予咱的。所以兄弟姊妹，信神毋是咱得求讲方言的文字，然后咱会晓讲方言啊，咱才有信神。伫保罗的话，咱会当看见，当人领受真理，圣神就伫咱的身躯顶成做一个记号。圣神嘛伫咱软弱无助的时替咱祈求，伫咱需要智慧明白真理的时，圣神嘛亲自启示。伫咱面对危险艰难，圣神嘛伫咱中间引带咱、保护咱。但是毋是安尼就够业。保罗嘛伫其他的经文教导咱，咱嘛爱来努力追求属灵的恩赐。伫即段，保罗伊嘛上赞上帝，讲，互伊的荣光得到学乐。伫今仔日即段经文，保罗互咱知影，上帝赏赐互咱的福气，有包括咱伫基督得到拣选，咱伫基督得到救赎，并且有圣神诚做咱的保护甲保证。兄弟姊妹，咱毋若是伸手来得到这个祝福，咱嘛需要回应上帝的恩典，用生活来行出好的见证。所以，希望咱会当诚做咱周围的人的祝福。伫咱的生命内面，咱会当活出真实的敬拜，来活出上帝囝儿应该有的身份。咱做伙来祈祷。听头阮的上帝，阮感谢你，你创造天地。你有好的旨意伫阮的生命内面，你也赏赐圣囝耶稣基督来到阮世间来做遐尼大的救赎，互阮会当领受恩典。你也差派圣神来嵌印伫阮的身躯顶，互阮会当得到安尼的保证。主恳求你祝福阮、帮助阮，也互阮掠着恩典的同时，阮也会当来诚做四周围的人的祝福。互阮毋若是领受恩典，阮也会当伫四周围来行出符合恩典的生活。伫新年的头一个主日，阮兄弟姊妹组织伫遮，恳求你赏赐气力互阮，互阮会当行出合你心意的生活。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阿门。即时咱要来举行咱遮个同工的就任，咱嘛请咱所有的同工来到台前，互咱嘛来吟诗。咱请兄弟姊妹，咱坐咧吟，咱来吟圣诗第444首。
咱请所有的团契的会长、信歌队的团长、吼队长、团长，咱拢来到台前，咱还袂吟诗线呢。传道，还有传道。还有传道，可以叫他一下吗？今仔日是咱的遮同工的就任，所以请听遮的话。所以我所听的兄弟姊妹啊，恁着坚固无摇喘，常常尽力伫主的工，因为知恁着活伫主的，毋是空空。但所有同工，请恁注意来听遮的誓约，并且伫上帝面前来做应答。恁有要领受双年团契、妇女团契、信歌队、敬拜俄罗团、儿童诗班、萨摩尼各级牧区的遮的同工，恁确实即个是上帝调兵也无。恁要领受即个职，恁着倚靠教会头耶稣基督，独独尊伊做主，来尽恁的职务。恁约要安尼行也无。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甲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上山东会小会官兵，设立恁做本会的双年团契、妇女团契会长、信歌队的队长、敬拜俄罗团的团长、儿童诗班的团长、萨摩尼各级牧区各级主任的遮的主任，恁着谨慎恁本身的行为，甲恁的所做，常常关心伫即个事，尽力伫主的工来归荣光上帝。咱做伙来祈祷，主上帝，阮感谢你，互阮的教会有遮的同工愿意来承接遮的调兵，互因会当伫无共款的所在，伫遮来服务。主，阮恳求你使用因，看顾因，伫因所服侍的所在。来使用因，互因会当尽力。总是主人的服侍，有时也会拄着软弱的代志，也会互阮真累积的代志。总是主伫安尼的时刻，恳求你也手赐互因教业的稳定，帮助因无看人是看你。主恳求你，互因清楚因的调兵，也会当尽心接受到主你。搁要来的时。愿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咱来往后转，好，咱来介绍咱遮的同工。好，咱来介绍就是双年团契的会长侯雅慧姊妹会长。好，咱嘛来妇女团契会长是刘慧娟姊妹。信歌队的队长是叶建一长老。敬拜俄罗团的团长是婉莹执事，儿童诗班是蔡小恩姊妹，萨摩尼的幼儿的主任是许婉婷，儿童组的主任是魏怡婷团导，少年组的主任是蔡松瑞执事。好，咱伫上帝面前嘛，替因伫遮来祈祷，常常替因来鼓励。咱嘛欢迎咱无共款的年龄，像妇女团契，也是双年团契，吼，咱拢伫遮时间会当来参加。吼，咱信歌队敬拜俄罗团的服侍，也是咱厝里有囡仔、青少年的，拢会当来到遮各级的主日学来做伙学习，咱做伙拍谱仔来替因鼓励。好，请合作。请掀开周报来读今日的金句，请咱做伙读两遍。看，我要带因对北方来，自集因对地极来，甲因内的有青面的，摆骹的，带因的，要生囝的，规大阵三甲来。耶利米书31章第8节。看，我要带因对北方来。自集因对地极来，甲因内的有青面的，摆骹的，带因的，要生囝的，规大阵三甲来。
耶利米书31章第8节，三甲来吟诗回应上帝的话，圣诗593首，请起立。请坐，奉献，请欢迎彭雅执事、小娥3位执事来负责奉献。
请起立。请坐。请看周报第5页，消息报告。第3点，本教会设教150周年文字影像历史事工所定今日上午11点，要伫教会2楼邀请东海大学历史系王正文教授专讲天路历程，清末台湾基督徒的改宗甲认同。由本会早新甲苏国贤2位长老担任武担任，欢迎兄弟参加。第4点，关怀组今日中午12点要举行会议，请同工参加。第5点，松山国小4苗教育事工定伫1月7日拜二上午8点要举行结业式，请义工老师7点50伫辅导室集合。欢迎关心校园事工的兄弟参加。第7点，1月12日礼拜后要举行写春联的活动。奉献的部分若有错误，请往中级订正周间自费甲下周正工事奉的，请家己看。请牧师补充报告甲介绍新来的人客。好，咱来欢迎几位兄弟，谢正元弟兄，欢迎他，谢谢，欢迎。好，请坐。咱等者11点有一个演讲，所以咱请苏国贤长老伊搁一届来说明吼，即个演讲甲咱嘛有真有关系哦。好，大家平安。今仔日邀请的是一位咱踮咧台湾真出名的来研究咱台湾教会历史，哦，特别是咱中国教会历史的王正文教授吼。伊进前捌写过咱上山教会、南港教会、甲实际教会家族之间的关系，嘛有出版吼。今仔伊要讲的是一本册吼，伊新出的，是阮台湾大学出版中心特别为即个宗教的研究出版的一本册。咱知影咱理解咱的教会历史吼，大部分拢是通过即个外国的宣教师，也是咱的传道人因所写的这个记录。但是王正文教授呢，伊是对基督徒这边来理解当初第一代信徒因踮的即个真困难的即个台湾民间信仰真丰盛的真即个影响力来足大的即个环境内面呢，安怎伫毋捌字的情况伫下面呢，会当来明白因的信仰。来接受即个信仰吼，所以即个过程中间呢有侪困难吼，敢若咧行一条真艰苦的天路吼。咱定定听讲中法战争，咱教会有得到赔款吼，但是咱较毋知的时阵，较毋知的代志是，有几间教会伫中法战争的时阵，有教导呢去用压甲即个溪仔边呢甲淹死吼，强迫因去咯。嘛有教会信徒呢，翁仔某呢为着即个宗教认同的问题呢，冤家到呢迄个某呢才去自杀吼，用迄个自杀来逼迫即个咱的信徒呢，当转来因的民间信仰吼，所以第一代信徒呢，因拄着真侪困难，咱要来理解讲，看因的生活，因的社会认同。因的社会处境，因当初是安怎一步一步
来行入即个真重要的即个接受信仰的即个道路吼。啊，接着才安尼来激励咱勉励咱家己，嘛对因的即个历史中间呢来学习，咱伫即马即个世代安怎来拍拼来宣告吼。以上。好，咱即个演讲是11点到12点吼，所以咱请等者就当到2楼来参加。好，即时咱来祈祷，咱来为着世界、为着台湾、为着各地宣教师来祈祷。咱嘛为着咱的共样的事工、建堂的事工，咱嘛为着新的年度开始，即个新的动工，吼，恳求主啊，赏赐因智慧。为着怀孕的姊妹少宇，为着身躯欠安的雨婷、白长老娘、幼春节，咱今仔嘛真欢喜看到幼春节来到咱的中间，咱嘛继续为伊祈祷。为着方梅姐、丁友兄，吼，丁友兄今仔日嘛有来，吼，咱嘛为着林水长老、赵龙兄、明珠姐、陈乔姐、道明兄。俊生兄、公义姐、陈其雄长老、以礼素梅姐、明理姐、阿菊姐、郭元兄，互咱开喙为着这个集体，为着这个事工，咱做伙来祈祷。向阮的主，阮感谢你，互阮做伙来到你的面前来祈祷。主，阮知阮原本不配。袂堪得伫你的面前来祈求，总是透过耶稣基督的救赎，阮会当伫遮将阮的需要带到你的面前。主，恳求你帮助，互阮的教会会当行伫你合主你的心意的路的顶面，互阮所做的事工，互阮所有的同工服侍，阮毋是为着家己，阮是为着基督。恳求主你赏赐教业的快力。主，阮也要为着阮的肢体来祈祷，有侪肢体你处理疗养的。主，恳求你也赏赐因教业的快力，帮助因，互因会当勇壮。我靠主，主，阮也为着阮兄弟姊妹，阮伫行天路的即段路程来祈祷。即个路是困难的，是充满阻挡的。总是主，恳求你，互阮会当勇敢，会当对主你来行。主，恳求你保守阮兄弟姊妹伫未来新的日子，阮每一天拢会当有合你心意的生活。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即时来吟圣诗，圣诗392首。吟诗后，请陈牧师祝祷，请起立。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伫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